东市卫生局结合和平区在地医疗服务团队，各有长照服务单位的医术师长照站正式启用，可以提供一些医事方面的一些咨询，必要的一些服务。 比如说他用药咨询啦，还有身体健康的一些资讯啦，照顾到老人家营养的问题，我们也会有中午有一个供餐的一个服务。目前和平区已经有长照站，再加上新设立的医术师站，总共有12个所在。医术师长照站上大特色就是有门诊医疗。设立的那个人数目前就是10位，不超过10位，提供除了原住民长者之外，还有些平地人、客家人、其他族群的长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戏剧点里面。 和平区卫生所医术师站是台中市原乡头一个站，每礼拜1到拜5拢有办规工的课程，欢迎65岁以上健康的时代，拢会使来到这做伙共餐，落实在地脑化的政策目标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